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是新闻大时代，头先就来报人在。国会集权修法释显然宪法法庭今仔日有宣判，总统国情报告随问随回答，也阁有表示国会做拢是违宪的。欧洲议会原票通过支持台湾的国旗案，反对中国甲联合国大会2500号国旗文言后，限缩着台湾的国际参与。洪台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既然落大雨灾情影响交通，讲对洪台后礼拜若准接近台湾，风雨会变愈大。针对着外界关注的国会集权修法释宪案，宪法法庭今仔日有宣判，这总统国情报告内面的定期报告随问随回答判决违宪，而且表示国会罪也是违宪的。另外，这人事同意权，也有这国会调查权、国会听证权是部分违宪。也若反质询的定义，这宪法法庭判决指出讲，用问题来回答问题，含理清质询的问题是无构成反质询的，带条件合宪，也若法这个部分是违宪的。大家拢伫注意的国会集权修法释宪案，宪法法庭2号正式宣判。其中上受关注的总统国情报告判决指出，伫本质顶面虽然无违宪的问题，立法院应邀请总统国情报告，也过总统无出席的义务，是毋是要去，也过报告内容甲范围，拢由家己来决定。立法院也无权询问总统，也是要求答复。定期报告甲一问一答违宪。立法院听取总统国情报告时，无指定国情报告内容之权，亦无就其国情报告内容对总统为询问，要求总统答复，其立法均逾越立法院宪法职权范围。因若其他部分，国会调查权部分合宪，部分违宪；国会听证权部分合宪，部分违宪。宪法141条之一藐视国会罪判决违宪，人事同意权是部分违宪。其中国会调查权部分，大法官认为立法院设调查委员会合宪，也过调组专案小组，刑事调查权甲调阅权已经违宪。不管是在裁判确定前后，这个部分都涉及到宪法机关行使职权的核心，并不是立法院它的调查权行使的范围。反质询部分判决指出，以问答问甲查清楚质询问题无构成反质询，也过规定，向质询的人袂使拒绝提供资料，不得缺席，也受其他藐视国会行为，也个有法则的部分，且外立法院宪法职权判决违宪。被质询者他完全进行主客意味，把立委当作被质询人来进行的情况，这个还是可以想见的。而当有这种情形出现下的时候，他仍然可能会构成反质询。主席可以制止官员进行反质询这个部分，我们是保持合宪的结论。因为宪法141条之一表示，国会罪原本规定，公务员伫立法院听证也是接受质询时做虚伪的陈述，应处1年以下徒刑，拘役也是20万以下罚金。大法官认为无符合宪法，最后手段要求宣告违宪，马上失效。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国会这款修法，这宪法法庭判决出来呀，部分违宪，部分下宪。这民众党就批评讲，这就是予所谓行政官员免死金牌。也那国民党也批评讲，宪法法庭暗予执政党闪过监督。不过这民进党团是表示讲，将为涵看到这南北两党继续伫遐政治操作，这是国家的不幸。国会这款法案争议，宪法法庭判决部分违宪，部分合宪，引起南北同齐批评。民众党表示，对于判决结果感到遗憾，讲这会予国会调查权彻底无效，也予所谓行政官员免死金牌。对我们台湾掌握强大行政权力的行政部门、行政官员，呵护备至，对于正常的民主国家所拥有的国会调查权，却处处刁难。不演了，府院党团联手我们的宪法法庭的大法官，公然的挑战民意巧取强夺立法院制衡行政院的行政权的武器。国民党认为宪法法庭护航执政党多过监督，将对大法官所提出的判决理由做详细分析了后，后续党团会搁再回应。民进党团是表示，遗憾看到南北持续政治操作攻击是国家不幸。我们刚才看的蓝白所有记者会，还是在做政治操作以及攻击，这是那个国家非常不幸。我们不知道他们这样的态度，将来整个宪政体制要如何运作。
总统尊重宪法法庭对释宪案的判决结果，也期待有关部门依照判决意旨，维护国家宪政体制与人民基本权利，期盼朝野各政党能够共同携手，守护我国自由民主宪政体制。对于宪法法庭宣告立法院这款刑事法部分条文违宪，监察院是发声明表示尊重，会持续现任本分，不负国人所托。行政院也对判决表示敬佩甲尊重，会配合判决内容行使宪法的职权，共同维护宪政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金门古宁头建役75周年，总统赖清德呢2个月来第2届去到金门主持追思典礼，也向37位参战的老兵和家属一一来说谢。赖总统表示讲，古宁头建役唔那是当年国军主动解放军保卫大海和平的头一场胜利以外，也代表着咱保卫国家的决心。强调台澎金马一点拢无要小让，也呼吁大家爱团结，做伙来对抗外部势力。上乡献花古宁头建役胜利75周年，总统赖清德亲身到金门太武山公墓主持追思制度仪式。37个参战老兵甲眷属嘛特别登回金门，包括今年国庆大会领唱国歌90岁英雄拿玉章王华岳。罗总统除了一个甲因握手致意，个还邀伫老兵的耳边感谢因当年为国作战。谢谢你们当年保家卫国，谢谢。将金门驻外对参战代表前议长王水忠当场赠送2本册予赖总统，表达希望两岸和平共存。顶一届赖清德伫823炮战66周年到金门的时阵发表的谈话，去予中共国台办解说是放大中国的威胁。古宁头不仅仅是军事胜利的象征，更代表了我们保家卫国的决心。台澎金马，寸土不让，坚定守护家园。古宁头战役让我们明白，民主自由并非理所当然，而是需要世世代代的人共同努力守护。我们珍惜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不能也不会让任何外部势力改变台澎金马的未来。我们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为参战前辈牺牲奉献送热烈的掌声。赖总统致辞拢伫讲古宁头战役的历史意义，以团结、和平、民主3元素，无直接点名中共，是搁再声明自我防卫信念，呼吁国人团结对抗威胁，表达坚定捍卫国家主权。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加强咱社会防卫救灾能力，政府目标要达到40万个可靠的兵力。在野就质疑讲，这就是一个培训民兵。国民党立委齐卡心提案要收兵方法，加民力支援军事勤务等等的内容抬掉，落尾是互人退倒转来。另外，民众党立委林义君就要求部会报告可靠兵力的基地，不过也受人质疑讲，收集这寡资料不是正常的监督。强化社会防卫韧性，政府目标充实40万英勇的兵力。不过，互人质疑是培养民兵，引起争议。民众党一个国防外交委员会召会林义君23办要求部会报告，不过传出互官员质疑，民代系统化收集相关资料，不是正常国会监督。林义君强调，政府希望甲民间合作，应该完整说明甲资讯透明。其实这个都不是机密，如果是机密的话，我就会开了机密会议。不是机密，怎么瘫痪呢？做了不正当的运用，做了违法的运用，那当然就是有法律会依法会惩治。专家分析，适度讲出民防资讯，应互部会完整相关规范。不过，国军后备军队、民防等拢有分层任务，若是人力详细配置这个信息，都无适合过度讲出来。若无敌军可能会趁这机会，就这个资讯，到达胜出咱的战略部署。如果说你揭露你多少人力在哪些区域有可以用的这个资源，他自然而然知道之后，某种程度他就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那为齐卡心提案修民防法，删除民力支援军事勤务这个内容。
立委沈碧荣也提案修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立委去中国爱心部也伫立法议会讲红。只有针对军事勤务支援的部分呢，然后我们把它改成是民间救护为主，也符合现在政府所说的40万是民力，不是民兵这样子的一个标准。立法委员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族群应该说他们会拥有很多国家的机密，因为毕竟它是质询之所需但现在问题就在于说，我们立委去中国没有任何的限制。民控法和民进党团要求退回定数委员会。加上国民党团无异议，最后退回。立委去中国申报的案件，伫表决内证了后，拿被以尽做优势好决，这是令人提案国安相关修法第14摆被动落来。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正做世界当中的台湾 ，Taiwan Can Help 来看这欧洲议会二时出现着亚洲政人的票数，通过上届新的挺台决议，21项这主张内面呢，包括着反对中国甲联合国大会第2500号决议硬拗，这也是这欧洲议会到目前为止上届明确的表态，而且因也谴责中国对台湾的军事扰乱，也支持台湾国际参与，甚至是强调讲台湾是欧盟关键的谈判。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 2758 and its continuous military provocations around Taiwan. 欧洲议会二是以432票赞成、60票反对、71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新一届的第一个挺台决议，其中包括反对中国持续乌白解释联大第2500号决议，是欧洲议会甲党上明确的表态。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 2758 is very short, only 150 words. The word Taiwan does not appear. 决议文提出21项主张，亲就谴责中国对台湾军事起无空，阻碍台湾参加国际组织，重申台湾是欧盟的关键伙伴，要求欧盟以外交和经济抢大来阻挡中国，而且深化和台湾各领域的交流，和来签双边投资等等各项协定。其实日的大会辩论对激造到激右，当中24个下党派议员轮流发言，会使讲拢是咧批评中国威胁印太区域安全、打压台湾的行为。Taiwan was never part of the PRC since it was established in 1949. Perhaps you should seek ways to become attractive for the Taiwanese who live in a democracy and dislike a prospect of being treated like the Hong Kongers. 全球第3个通过的国会或欧盟有我议案。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共同以具体行动反对中国错误诠释联大第2758号决议。外交部是关注肯定和诚心感谢欧洲议会决议。陆委会是发挥北京当局，莫搁在国际之间强迫推销一中的白插话，而且呼吁停止用武力来威胁台湾人民，才当帮助两岸的关系良性发展和台海的和平稳定。总统赖清德伫社群平台感谢欧洲议会支持台湾，强调会以互相共享的价值和对和平的坚持，打造更加勇敢民主保护线。记者综合报道。囡仔当了学行，就徛袂在，想袂到这灵母心肝竟然是遮尔歹。高雄呢有一个也被盗贼婴仔，或者灵母虐待，故意用这冰巾甲这囡仔头暗咧，佫共拍，而且会甲囡仔车用铁汤匙硬甲囡仔饲饭。家长决定讲要通报社会局，政府调查了后，这灵母确实有违法，目前家居家托育资格废除以外，也着爱罚钱食官司，而且限制伊规世人袂当共带囡仔。也被盗贼查甫婴仔伫涂骹爬的时阵，下海弄伫涂骹，听个妈妈吼，个囡仔人也伫咧看手机啊，过一日才甲囡仔抱起来，毋过喙唇已经流血咯。是怎么装的？个囡仔人甲妈妈讲了后，妈妈真毋甘，也无怪对方，继续对方口说讲是做护理的，对这种代志反应过度。本身是护理系毕业的，他因为我还蛮紧张的当下，因为整个嘴巴都是血嘛，那我没有怪他，那我现在带他去看医生。但他就意思是我很大惊小怪，身为护理系讲真的非常的失职。刚个囡仔人反应，互家长感觉真奇怪。调看监视器才发现，后生今年4月送伊过到7月，一摆互伊真粗鲁来对待，将暗暝皮时，互坐伫碰伊的囡仔摔落涂骹。饲饭的时阵，大力甲囡仔头固定条咧，用铁汤匙啊，大力甲饲，还佫甲囡仔塞去弄围栏的情况。
很长，就是提早起来他就会很不耐烦。因为原本我儿子起来是哭而已，但是他退过去转回来之后是整个尖叫大哭的一个状态。查证有违反《儿少法》第49条情事，依法裁罚6万至60万元，并废止居家托育登记的资格，终身不得从事居家托育服务。家长9月就无好过，整个事件伫网络引发讨论。社管出现讲是讲顾囡仔这个人本人的文章，回应囡仔受到伤，无马上确认确实有疏失。也毋过面皮抗面、铁汤匙饲食，拢经过家长的同意。顾囡仔人甲面册关起来，无得确认发文者是本人。也毋过这行为，社会局认为恐惊造成囡仔搬来甲砸到飞机，也个困民意外事件，拢属不当照顾行为。以这个案例办理，甲人照顾囡仔的人在职教育、强化幼儿照顾议题。这个案件调查了后，确认违法李小法，罚相关60万块，维持居家托育资格，终身袂使做这项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南屯有民众驾酒赛车，互警方抓落来，佮想要逃走，警方立起哩，甲这车窗拢互破。除了驾驶爱食醉以外，坐共台车的朋友也爱做违法。另外，伫咧北屯也有人驾酒赛车失去控制，去弄到分隔岛，规个车头是变甲密密麻麻，酒测达严重超过标准，也互警方依上发办。熄火吧。小客车无拍方向灯，警方向前拦查，初步以酒精感知器检测有酒精反应，要求落车，无想到驾驶当场加速倒退路逃走。代志发生伫咧25号透早6点外，地点伫咧南屯区文心南7路甲东兴路口，关键追捕查落来，以棍破窗阻止乌白龙。下车！下车！跑什么？驾驶温男落车了后，不断解说无啉酒，而且要求找律师。警方是讲怀疑驾驶是想要开车乌白龙。伊甲公车的朋友甲警方僵持真久，最后去带转去派出所酒测0.54毫克，直接去警方以违反公共危险、妨害公务罪嫌疑上法办。公车的朋友是以违反道交条例连坐处罚，处6000至15000块的罚款。因为你刚刚企图要冲撞，我不知道你是往后要往前冲。全案1。违反公共危险、妨碍公务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台中北屯透早4点外，有一件酒驾的车祸，一名阳性男子开车经过北屯路，无细力，家己弄到中央安全岛，安全气囊爆开，车头差不多全毁，2个头前链也去弄歪去，车体零件是落到规涂骹。民众讲有听到真大弄到的声音，听到砰就做大声，哎，走出来看就看车停离啊。警方后续依公共危险罪将杨男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警方讲，透早离峰时段，加载无其他的人车受到波及，杨男规身躯擦挫伤，去救护车送医，并无大碍。但是酒测悬达0.75毫克，后续是以违反公共危险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详细肇事原因甲责任归属，也有待警方厘清。记者台中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这12天后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胡锦丽伫咧乔治亚州造势，加上前总统奥巴马来甲伊助讲，吸引23000名支持者来现场参加。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是继续救票，继续提这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来批评，讲因互美国变做是世界粪扫桶。好前日是伫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郊外的户外体育场举行的这场造势活动，内底有 Rock and Roll 的大名星布鲁斯·史普林斯汀、有名的导演史派克里、电影名星泰勒·派瑞和山缪·杰克森等等。进前伫威斯康星、密西根和宾州这几个选情真紧绷的摇摆州，替贺锦丽有票助讲的前总统奥巴马，嘛第一摆和贺锦丽同台，而且讲出袂当互川普当选的理由。He acts so crazy. And it's become so common that people no longer take it seriously. I'm here to explain to you, just because he acts goofy does not mean his presidency wouldn't be dangerous. 川普的前幕僚长凯利就向《纽约时报》和太平洋月刊表示讲，川普捌甲海讲，家己无亲像对希特勒真忠心迄种军事将领伫身边。凯利佫讲，川普是专制主义者、欣善独裁者，符合法西斯主义的定义。John Kelly, a retired four-star general, confirmed that while Donald Trump was president, he said he wanted generals like Adolf Hitler had. Donald Trump said that because he does not want a military
that is loyal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He wants a military that is loyal to him. 川普是伫家己的社群平台批评凯利是彻底对倒，讲伊有川普精神错乱症候群，伊伫欧北编故事，日是伫亚利桑那州的坦贝市咧邮票，继续替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来发挥，讲美国变作世界的粪扫桶。另外，伊当然嘛无放过贺锦丽，伊小看贺锦丽伫 CNN 选民提问节目的表现，甚至讲伊智商真低。We're like a garbage can. You know, it's the first time I've ever said that. 伫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活动，川普是对准 RA 和拉丁 A 的选民，表示讲伊若当选，会启动美国史上上大规模的驱逐计划，禁止所有下性别的女性参加女子运动比赛。We will get critical race theory and transgender insanity the hell out of our schools. And we will keep men out of women's sports. 选情是有够紧绷，政治极度的两极化，和美国社会是充满紧张不安的气氛。美国心理学会发布的调查显示，讲有65%的成年人是定定，无就是一直互政治舞甲真忝；，有55%的人毋是定定，就是一直因为政治在生气。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讲到香港呢，因进前有发现到这强量的化石，初步判断这化石的年份是伫咧1.45万年前到6600万年前大型的年长恐龙，这是白垩纪时期的化石，这是香港头一届发现到强量的化石。这是香港发展局古物古迹办事处今年3月接到这鱼龙自然护理署的通知，讲东北水域的赤洲岛发现到50公分长的化石，这可能是恐龙的肩胛或者是尻川头的骨头。邀请中国的科学院专家来考察了后，切片鉴定，初步判断是大型的恐龙，这可能是死了后，互土沙砍起来，即马互这大水冲出来。这块化石呢，对自5开始会伫咧香港的文物探知馆展览。讲到这潭美风台扫过着菲律宾的卢爽岛出现10级的强风甲大水雨，烟花也拢传出着严重的灾情。那这饮水淹甲一楼悬，甚至也有水崩山。目前当地上报有26个人无命，走去避难的超过16万人。大水雨一直落，强风也将路树吹甲用要断去。风台潭美伫24暗时登陆吕宋岛东北部，过扫过吕宋地区，各地拢出现淹水到1层楼悬，居民被迫撤离。Lumigas po kasi binabaha po kami doon. Okay. Pagsabi po yung barangay na liligas kami. Kasi nga mahirap na yung mangyari ulit yung nakaraan. Lumigas kami, malaki na yung tubig. Kaya hanggat maaga, lumigas na kami para hindi kami mahirapan. 潭美是伫20西太平洋海边形成的热带性低气压，了后伫2223前后升级做轻度风台甲强烈热带风暴。为登陆进前到扫过菲律宾北部、吕宋岛各处，尤其是太平洋沿岸，拢传出淹水甲土石流灾情。其中灾情上惨重是吕宋岛东南部的比科尔地区。目前已经知影死伫风台的案例当中，有14人死伫当地。除了大水雨，潭美也带来强风，上大连续风速是每点钟95公里，相当10级强风，上大阵风甚至达到13级。所以是这一天被迫取消的民航班机有10多班。另外，针对潭美刷新东路线过省，菲律宾政府已经要求学校甲企业机构停班停课，外汇市场也停止交易。外电报道指出，潭美通过吕宋岛了后，北降级做热带风暴。暗过无偌久，佫升级做强烈热带风暴，同时向西进入南海海域。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同款是关心这风台消息，今年第21号风台空追，再去结束风台啊，未来将有可能会向这西北西方向去。气象署的预告讲，目前暂时无影响，不过这后礼拜也要注意500了后含台湾的距离，那阵较晚台湾雨就会变较大。咱来讲到这空雷含这潭美风台，敢会互相影响咧？这部分是需要观察的。
经过一暝强风大雨，台北市阳明山永德大道路树倒去翻伫路边，山区4间中小学因为大水河积淹水，考虑安全2、5拢停课一天。文化大厦是用弯距离线顶上课，出名的风景区擎天宫，早起风雨也真强，不少国外来旅客拢密入去游客中心闪雨。确实风挺大的，风挺大的，雨都是平的。Very nice.Beautiful. 因为潭尾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强伴影响，气象署持续发布大水雨特报，提醒基隆北海岸、湘北山区甲宜兰县落雨的气象。东半部地区原来有大雨，统计3天以来，阳明山的擎天宫落雨量已经超过1200毫米。宜兰县南澳向西部山落雨嘛超过800毫米，基隆市暖运动公园7站原有超过660毫米的累积雨量。气象署讲，潭尾风台已经渐渐进入南海，外围环流的影响会降低，不过台湾附近的水汽有较济。在东半部这边的话，其实还是容易有局部性的大雨或是豪雨出现。宜兰这边降雨还是比较明显，不过在花莲、台东、恒春半岛，尤其这些地方，可能降雨呢也会变得比较明显，甚至会比昨天还比较大的区域哦。那是今年第21号风台空瑞2、5早起形成了后，目前向西北驶过来。气象署讲，未来空瑞甲潭尾因为离较远，互相牵引的机会低，而且空瑞风台会伫后礼拜开始东北，无排除东北了后离台湾较近，到时阵东北季风佫增强，会佫带来大雨。它的外围环流也是东北风，所以说有可能让那个北部啊、东北部、东部这边的降雨的状况会持续，而且会持续比较长的这个时间，雨量可能也会稍微大一点点。不过前气象局长陈明典讲，潭尾风台甲空瑞风台伫同一个大气压带内底，所以真有可能会互相影响。北方的副热带高气压持续偏强，空瑞无一定会登北，要阁观察几天啊。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这风台外围环流加东北季风强盘效应影响，依然继续在落大雨。根据着县政府的统计，这县内有真侪车路因为这淹水来封路，甚至有崩线情形。北环公路93.1公里宜兰古达路段这山架柜的崩落来，车是无法度通过。不过这公路局伫中昼时阵已经拍通啊。若讲到这苏南公路也有崩线情形，目前是双向拢封起来。真侪土石伫山边出来，佮再互宜兰北环公路我都过，公路局派怪手来抢灾，要赶紧互路会通行。这已经是2天来北环公路第2摆因为土石流路封起来，为避免意外发生，碧桃桥到牛斗路段暗时有经成封路，到25中昼12点才会解除。苏南公路边坡也出现土石出来，造成双向封起来，大约1礼拜才会通车。倒水河为山区带来灾情，宜兰5吉乡文兴路地下道也出现积水，先用黄色封锁线来警示，不过也是有车唔知影会驶入去，只有人伫现场顾，避免车佫驶入去。好。宜兰受到风台外围环流，也佮东北季风强盘效应影响，继续落雨。市区的路真侪所在拢积水，罗东运动公园边的路也一度积水，半下点来遐悬，你定赶紧到现场协助排水，互车淹过。其实如果像这样豪大雨急速降的话，一定都会啦。哎呀，只是说，昨天这样雨这么大，可能它一时之间排不了。5吉东山甲总围真侪田地也继续积水，甚至甲田中的路拢淹了，后面就无法度出入，交通不方便也危险。找相关单位再来研议看看啊，有没有办法针对比如说像道路的局部加高等等。县长继续统计灾情，后续对这个田路积淹水部分，找相关的管理单位来建议，迅速拍价这田路贴起较悬的，以便未来大水雨时阵会使维持畅通。记者综合报道。代替北回线苏花路段，伫咧4月初3地动了后，定崩起。交通部长陈世凯办公室讲，会崩线的路段该用高架桥或者是考虑人工崩坑，目前也搁伫咧评估。代替表示讲，已经有委托工程股份公司伫咧做，目前是还未有定案。不过是有地质专家认为讲，这地动了后地质变甲真难，若准备做，一定要开时间做地质调查。大型干雾机来回清理土石，苏花公路河中到河仁路段因为大水雨，2、5发生土石落来，道路双向中断。公路局由南北2边同时抢修，下晡清完了后，随铺设路面。苏花翠玉路段和铁公路的交通受威胁。交通部长陈世凯指出，交通部当地评估代替北回线改道方式，伫土石流较侪路段用高架桥，部分路段用人工隧道。苏花安的地质调查，他才刚做完，通过环评，他对那一段的地
细致、最清楚，由他来提出建议事项。那要等他们规划明确之后，我们要看未来是不是有请我们代办啦。代替证实，当委外由评估诉法案的同一间工田顾问公司进行评估，会用倒一种工田方式也未定案。公路局当地规划的诉法案计划，和平河中路段都提出海侧路廊、桥梁跨铁路的方案，比起伫和平矿区路廊，无论是地质还是经费，拢较有优势。地质学者是提醒，当地铁公路会当用的土地拢用啊，未来规划铁路顶悬爱用人工隧道保护，因为当地4月初3地震了后，大理岩站崩塌破碎，有一定程度的风险。大理岩它很容易被水溶蚀，所以里面会有溶蚀洞，溶蚀洞在里面。这个东西我们在外观看不出来。所以以往在这个区域里面打隧道的时候，碰到溶洞，它就涌水。地质学者是分析，那北回铁路要向瓦山边改线，开通长隧道，除了工程难度悬，面临涌动严暴的风险，嘛要考虑未来营运长隧道救灾问题。无论用倒一种方案，一定拢需要先进行谨慎的地质评估，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这经花城案件，北检声称严压郭文德和台北市政府市长裴金星，而且对柯志如发布通缉，函请外交部废止伊护照。台北地方法院定在咧后礼拜召开严压庭。另外讲到这应晓妣的助理吴顺民检方认定讲，伊拢有甲这口径交甲老老实实，无羁押必要。法院今仔日裁定500万交保。那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是呼吁定院的先甲这有争议的20%用一扣掉，那准讲证明恁是清白的，会当用行政救济方式甲这20%讨倒转来。北检持续侦办经花城案，25向台北地院申请严压郭文铁，也甲台北市政府市长偏金星。北院表示，偏金星的部分会伫28开庭，郭文铁31开庭。民众党紧急应变小组批评执政党挖乌对散，强调袂惊刑，更较无可能屈服。搞了2个月。到现在拿不出证据起诉柯文哲，要继续用压人取供的方式，这就是赖清德要带给台湾的民主法治吗？检方嘛另外对柯志如发布通缉，函请外交部废止护照，外交部证实这件代志。有关注销国人徐子瑜护照一案，外交部已于25日上午接获台北地检署的来函，并即配合注销相关护照。吴先生昨天就交代家里准备好500万了吗？台北市县应晓妤助理吴顺民，因为检方认定已经口径拢交啊，无过羁押必要，法院25裁定500万交保，限制期段出境出海。北检嘛，阁提醒将郭文铁跟总财务长李文忠查清楚金流。会担心被严压吗？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表示，专家建议经花城工地一楼楼房甲 B1、B2 时间完成，才袂影响到上提甲附近的民家。呼吁店外先扣除20%争议用这个时间，以免乱尾。嘛强调，若是甲外判决店外无罪，也当提出行政救济，加用这奖励阁提倒转来。公务人员必须依法行政，那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起诉，也没有判罪，因为还是要无罪推论。如果他要行政救济，那这个是他的权利啊！哎呀，我不能抹杀他的权利。李树川表示，店员若是无愿意行用这奖励20%，台北地方法院若裁定扣押土地，台北市政府同款袂予因时间勘验。若是业者无报勘验继续时间，安尼就会下令停工。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昨公布国内第2季房价所得比，搁再创下历史新高咯，来到10.25倍，等于是民众袂当开到半线10.25年才会当买厝，而且全国房贷负担率是46.02%，也是历史新高。台北市这房贷负担率是全台湾上介悬的，超过70%，等于是家庭会当运用的钱有70%拢爱摕来纳这买厝的贷款。在都会2人区的地段，厝价至少1000万起跳，这是民众所得增加的速度，却完全约袂到厝价起的速度。对内政部公布国内第2季厝价所得比，民众都爱10.65年，袂当食、袂当啉，才会当买厝。薪资水平跟不上现在的物价水准，
这的确是个问题。消费那么高，然后再加上房子也那么贵，所以根本不用想买房子啊。厝价所得比，定方讲都是买厝的痛苦指数。看6都的厝价所得比，上痛苦的区域嘛是伫咧台北市。想要买厝，爱买加买啉16.36年；新北市爱13.71年；台中市买加买啉12.69年才买起。选择性信用管制的部分，我觉得家长应该要积极的想办法告诉年轻人说，虽然现在房价很高，经济累积一段时间才有办法，可至少政府想办法让你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可以住得好。我的社会感如何可以做更多？民间团体讲，现阶段的关厝价对压未40岁少年人冲击上大。以厝贷款的负担率来看，台北市是高达70.69%，全台湾上悬；新北市是59.27%，台中市54.83%。等于这3个县市要买厝的民众，厝价负担的能力是上低的等级。家庭会当支配的所得5成以上拢爱提起纳厝贷款，家人的厝贷款负担率是无够3成，伫合理负担的范围。相关的一些负担率过高的城市，它有可能在这一个价格上面的涨势会比较趋缓一点。毕竟因为民众没办法负担，他可能再进场的机会，这个就会相对减少一些嘛。那当然，对于价格的支撑力道，可能也会因此相对薄弱。内政部表示讲，受到9月央行提出信用管制措施，9月全国建物买卖登记户数和8月比降5.2%。有专家认为讲，未来的方式会是量缩价平，呼吁买厝的民众要斟酌规划财务，避免无法度纳厝贷款去违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是台北的特殊现象，而且引起网友的讨论。台北坐捷运的民众呢，伫咧捷运站内面的电扶梯，拢会正惯死徛伫咧正边。事实上，徛正边的规定早就取消啊。最近台北捷运公司就表示，会讨论讲伫咧人较济时段，伫较大的车站先来试办加强宣导，这两边拢会当徛，也因为安尼生较袂塌掉的。遮手保好势，脚徛好在。台北的民众行上电扶梯，一开始徛伫倒边，发现后壁有人，才佫徛转去正边。大家坐捷运的时，拢已经惯死徛伫正边。台北捷运公司也表示讲，即卖已经报上提醒，早着该做手画好好，脚徛好在。未来会讨论加强提醒大家倒边也是会使徛人的。我感觉会影响动线，还是会诶。因为已经大家拢已经有这个概念啦吼，有这个概念拢是靠右边行嘛，徛咧正边嘛。啊，即马倒边要开放，变塌掉，我感觉这动线都无讲就好诶。就借过一下而已啊。其实对两边站对设备是比较好的啦，否则你重力都在同一边是容易坏啊。部分民众表示，若是双边拢徛人，对赶时间的民众来讲无介方便。有人认为，若是动着，讲一下照过就会使。目前已经在人潮众多的大巨蛋球赛、跨年活动散场等大型活动疏运，我们指派专人举牌，加强提醒旅客，电扶梯两侧都可站立。台北捷运公司是表示讲，最近的讨论伫人流较大的时段，伫较大的车站先试办加强宣导双边徛。其实徛正边这项规定早就已经取消啊。针对捷运电扶梯双边徛的观念，民众有无同的看法？未来打公告用报送的方式来提醒民众，希望建立一个好的坐车习惯，减少人潮塌的情形发生。记者张家琪、谢桂玲台北报道。彰化县是全台湾唯一无火化场的县市。县政府进前讲要建伫咧丰苑一块殡葬用地，不过伫咧丰尾李林赵家里在地居民就真不满啦，伊毋若造成自救回抗期，佮再认定讲这李林的店长蔡世杰拢毋表态要甲伊罢免掉。县政府即马是讲会先办说明会，规划完整的回馈机制来争取乡亲的支持。500民众夜排抗议，彰化县政府进前公告，火化场的选址决定要伫丰原乡草湖村草湖南段28至2号的土地，和附近的日林镇赵家里民强烈反弹，19宣布成立自救会，而且认为讲日林店长蔡世杰并无明确表态会发动罢免。就像我说伫遐的时候，丰原乡影响无着，但是日林镇的旧赵家算首当其冲啦。店家袂用诶，店家
这西南风来，拢为阮即种来，大家都受害啦。伊无出声，就换店。中华县市全台唯一一个无火化场的县市，选定的丰原乡上东边，即块9.51公顷的殡葬用地，就伫丰原第一公墓塔骨塔含当得起的第一殡仪馆边啊。附近有新造的第76线延春线，隔一条路就是中华家角庄仔头人真少，等到隔壁二林镇着咖喱伫个下风的所在，人口真密，反弹的声音真大。县府自己的土地，县府自己要做，县府自己经营，它是殡葬用地，所以县府任何的决策，整个的议题是在县府，不在我们嘛。罢免的问题是法令上赋予民众人民的一个权益哈，所以我没有什么特别意见。丰原乡公所表示讲，有收到正反两种意见，会提予县府去决断。二林镇长蔡世杰是讲尊重民众罢免的权益，无愿意加讲。县府是强调讲，10月中会开始办说明会，充分和民众沟通，卖规划完整的回馈机制，争取地方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这台南永康复兴路423巷内面的冠村彩绘墙，用过是真出名。不过最近是有人反映讲，到今呢，这拢无适当的排水设施，甚至有这住户厝内面也是无便所挺好用。针对着这款的情形，市政府是回应讲，目前已经有要求相关的局处参国产署来协调，也讲会来改善当地排水设施。眼前这块地内面杂草生甲满世界，边仔佫有废弃物蹲甲绿苍苍，这是台南永康彩绘冠村内面的老兵工行。本也通互人来遮做义鸟，有在地居民反映长久无人整理，煞拍粉气，互人想袂到这竟然是台南绕一区的景象。更较含的是这无排水系统的问题，甚至有徛家厝内无便所，就爱靠药盒洗桶来使用，就算怨叹嘛是爱接受。迄阵阮翁。伫个，伊嘛是无便所，伊嘛无去啊。迄倒人的厝人的，有时芳去迄个，阮一个阿婶熟识阿婶，带我摕芳去的所在倒。很多时候就是假日没有地方去，他们都是属于说是单身北北，然后对走进来到后面大概有1000多户，然后都是这样子一些荒地，又分为国有财产，这块地又是国家的，所以很多地方变成说。没有去理会它。因为这个贯穿用心打造，墙仔顶面5花10色的图样，百姓袂少人来翕相。目前只住户村200多户尔。经过了解，这块土地打整合成国产素参农民平原，因为产权复杂，加上贯穿内底交通无利便，影响地方发展。另外，这部分地势是较低，再加上无排水设施，侪住户反映行咧饮水，互因真无奈。拢无共看见你，阮无希望因爱钱爱啥物，迄若批着去饮着，真正会死。狗啊，细条叫伊清，讲伊无法度清，今日足委屈的。经要求公务、水利等相关的单位，尽速的和国产署来沟通协调，改善当地的排水设施以及环境哦。今日贯穿边仔等咧去下市场，赶快有排水的问题，地方希望透过排水设施先来改善环境，未来通参平行野区的开发，透过都市更新来解决历史留落来的问题。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好心好行，自然就有通春有通用。周边将买一块土地，却因为无符合当初的需求，佫无想要家卖掉，想要互这块土地有佫较好的价值，停好去发挥。这块土地是伫咧南投，虽然讲伊的面积无讲介大，不过却是真侪保育类野生动物的生态地。路边呢，因选择由这台湾石虎保育协会来管理，这是国内第2站环境公益信托的案例。空中画面会当看到南投中兴新村后山后山充满热气，有民众为着要远离城市，直接要耕地，只是这后山无如愿定机。不过伊无想要直接卖掉，是希望发挥更较大的生态价值，所以透过公益信托，委托给台湾石虎保育协会理事李景宏来管理。交由有能力维护的生态伙伴，比单纯卖掉换现金更有价值。小小耕地顶有200平大，说是野生动物的乐园。透过红外线相机记录到各种珍贵罕咧看的动物，其中更加包括石虎、白色鸟。受委托的李景宏表示，会守护好土地，替石虎等动物创造更较侪棲息地。我们可以透过土地信托照顾更多的土地，那就会有更多的石虎、爬蛇鸟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可以得到
良好的栖地。不过，申请公益信托过程开3年，拄着袂少困难，因为土地是公地，无法度受特殊法令，所以改以个人的名义。款团嘛指出，目前还无有免税优惠，不利更较侪民间参与。我们并没有免税的优惠，这也会造成很多人没有办法，民间的力量没有办法投入进来。这是国内第2个环境公益信托的案例。第一件是伫新竹庆林里山，石虎保育协会强调会尽量维持土地原况，不过耕地内底有关系较大的人工设施，已经做竹仔桥，予野生动物来通行。以后希望建立更较完善的动物廊道，吸引包括石虎在内的野生动物偏向虎山行。记者林慧平要做新报报道。 1980年代，政府为着要保护海花，伫中华风湾的海部种真侪海茄苳。不过环保团体所发现讲，这海茄苳真高碳，开始威胁到南马地的生态多样性，开始进行清理计划。即马也含这学校来合作，带学生囡仔来到南地啊，到清理这海茄苳，了解到生态基地。 学生囡仔行伫南马地，虽然身躯拢是绿菇霉，但也是认真在清理海茄苳。中华风湾大城的南马地有侪侪海茄苳，但是环保团体这几年发现海茄苳真高碳，威胁南马地的生态多样性，开始进行清理计划，嘛甲学校合作，带学生来南马地了解生态的议题。虽然很辛苦，但是也可以为地球尽一份心力，我觉得很值得。就是一边捡那个海茄冬，然后就是一边就有看到一些招潮蟹出现，这样子对他们来说是很棒的体验。其实规个环境拢是一个大教室，因亲自去看问题发生伫倒，还是啥物物件造成问题，这对因来讲应该比用册本来读，看遐问题，更较有法度感动因。1980年代，政府为着保护海花，伫中华风湾的海埔地种大约3公顷的海茄苳，即阵已经碳到30公顷。大量的海茄苳会改变南地的底层环境，影响水鸟仔找食。即阵伫落水溪出海口看过去，满世界拢是海茄苳，若拄着风台大雨，嘛开做大水。因为咱遮离落水溪就近的吼，落水溪就是水含沙量足悬的吼，啊，咱遮搁地站下旱，较会影响到咱遮排放安全。所以讲，咱遮你若要种，你若搁无好好管理哦，会对咱遮生态啦、安全、环境安全拢有影响。环保团体表示，南马地就是一个生态教室，学生实际动手夹海茄苳、看沙贝仔、食海边的地母菜，互囡仔了解这片土地的生态甲气味，同齐保护自然环境。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 新竹北部的碰风地真出名，这款地呢爱护一种叫做小绿叶盐绿叶藓，而且盐啊加过了后呢，产生着化学变化，这碰风地才有一种特殊的气味。不过今年满地时阵，却去挡着风台，雨水也影响着盐啊的数量，即马这碰风地产量也减1/3啦。 灯笼当咧地园内底满地，原底应该是收成的大日子，却因为前一阵啊风台，北部乡碰风地采收期当着落雨关系，或者碰风地上重的烟仔数量减真多。今年碰风地产量甲往年比减了1/3。所以我们靠天吃饭的哦，这农民呢真的是很可怜呐，哦，真的是说要靠。今年这个我像我家里的茶园就好。 我那个比较在台风之前的长的，刚好碰到台风4天的连续雨，它的产量会差了1/3左右。主要不是对茶树的影响，而是对小绿叶蝉生长环境的影响。因为风大雨大的时候，小绿叶蝉不容易存活，所以导致茶叶产量还是有，可是要产到真正碰风茶，人家讲的具有花香、蜜香的那种特色茶哈，就产量会比较少。北部乡农会总干事指出，往年碰风地平均一斤价数差不多是4002左右，受到产量少以及这几年人工成本成长的关系，这地成本是愈来愈悬。不过这部分农民嘛是拢尽量家己来吸收。这几年虽然包含我们的工资、采茶的工资也好，各方面的成本、生产成本稍微提高，可是。这2年我们农会看到的就是，茶农朋友针对碰风茶，尤其比赛茶的部分，价位都稳定的，并没有涨价。
泡红茶是北部地区非常重要的农产之一，但年有上亿的产值，主要就是因为当地气候温度真适合烟仔炭种，才有办法生出品质好的泡红茶。今年受风台影响，当地茶农只希望影响唔通伤严重。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来看家己阿里山的鹿野村，因为这海拔甲气候的关系，一年四季拢会来种高山的百合花。为了要推广地方的产业，生产合作社就邀请农粮署等单位做伙来举办头一届的阿里山这个百合花季，希望互民众知影讲，这阿里山除了咖啡甲茶以外呢，还有一项高山的百合花。合作社主席伫文字内底向大家绍介30多种无共品种的百合花。家己县阿里山乡的鹿野村，暗算为10月27开始到11月初1，要来举办第一届的阿里山百合花季，希望互民众知影阿里山种的高山百合花。阿里山乡目前我们在这种百合哈，我们年产量我们滔150万枝左右。那面积有时候不准，因为有时候比方，因为只是说我们每一个月我们几乎可以排10万，可以生产10万枝花。在阿里山，你可以有这种机会看到这种百合花，这个是第一次有这种体验。阿里山乡鹿野村海拔高度大约伫1500公尺，这气候环境适合高山百合花生长。乡公所表示，阿里山百合已经伫阿里山种超过30吨，是咖啡甲茶以外另外一项真重要的产业。台湾人的用花文化其实并没有很完整，那透过这样的活动，可以跟民众接触，把这些用花的文化再拓及出去，这样子。那也希望可以结合这边的一些观光旅游啦，非常棒的行业啦，所以我们公部门会尽用我们一切的资源来做一个辅导跟支持，这样。农粮署指出，国内百合花种植面积大约有400公顷，家己县有12公顷，拢伫阿里山鹿野村，而且一年四季拢通看到百合花。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唔但互民众认捌在地产业，嘛替产业带来活发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5度到33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1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2度到31度。下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